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初八有提出来台湾读册的中国学生会当列入去健保的证件。卫福部表示讲，上紧在明年9月开始呢，中国学生就当亲像其他外国学生同款，免待满6个月就有通用健保啊。中国学生加入健保的问题，多年来拢无解。不过副总统嘛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初八提出中国学生比照外籍学生纳入健保的证件。卫福部讲，上紧113项年度，也就是明年9月开始，中国学生比照外籍生，若持有居留证明文件，唔免在台湾待6个月，就会当加入健保。这个部分因为没有涉及修法，那我们会修订《全民健康保险法》施行细则。那相关的时程，行政院正在研议，公告后就可以实施。你只要到这边来就学，那我就提供健康的一个保障。跟这个3年的疫情期间，我们发现防疫真的不能有破口。目前的制度开放外籍生来台湾读册的期间，摕到有效居留证，而且伫台湾待6个月了后，才会当加入健保。拄来台湾的6个月，敢若会当投保团体伤病医疗保险。未来制度修改了后，会改做中国学生甲外籍学生，若是摕到居留证，就会当同步有健保的资格。卫福部表示，目前外籍生一个人1个月健保费差不多826块。未来制度修改了后，外籍生甲中国学生的保费可能会调悬，不过调偌济也未确定。我是正面看待，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前提，比如说他是否会，比如说卫福部他是否会借机提高全体境外生的保费。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是正确的，比较可惜、比较遗憾就是说，可能还是就是来得迟了一点。因为2020年，中国宣布暂停中国学生申请来台湾。目前在台湾的中国学生差不多是3000人，大部分是硕士甲博士生。行政院表示，会就中国学生加入健保的问题做下部会建议，除了确保健保制度稳定发展，嘛会提供外籍生在台湾读册期间健康方面同款的照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